大家有冇發覺啊？呢幾年開始咧，我哋越來越窮，而且咧現金流非常緊張嘅噃。點解會出現咁嘅問題咧？自從網上支付同埋手機支付嘅流行之後其實我哋就少咗一樣嘢，就係咩咧？就係少用咗銀包啦。銀包咧其實係非常重要嘅噃，佢係我哋移動嘅保險櫃。咁咧以前我哋咧銀包咧點樣都好啦，唔會變成咁樣噶噃。嗱，你睇下而家嘅銀包咧就係咁樣，身無分文呢種叫做影響到你嘅財運同埋聚財能力。我已經發現咗呢個問題啦。咁前一段時間咧，我就嘗試過攞翻常用嘅銀包，點知咧個財運咧，真係有所提升喎。今日教大家一啲小妙招，攞翻常用以前嘅銀包，咁咧擺翻現金落去擺落去咧唔一定要用嘅噃，但係咧佢一定會有咩咧聚財嘅能力。咁你去到傾生意又好，或者去做一啲商務活動，其實對你嘅現金流同埋你嘅聚財能力咧係有所幫助嘅噃。咁大家咧不妨試一試呢個方式。咁最好咧由今年嘅新正頭開始，正月開始攞翻以前嘅銀包，代表你嘅保險櫃，咁咧就擺滿錢馬年咧財運咧就一定係越嚟越好噶。祝福大家馬年行好運，賀元廣振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大吉。好，恭喜恭喜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